安樂工程咧就非常之榮幸啦，可以2年連續蟬聯呢個資本雜誌嘅傑出上市企業大獎，好多謝大家啦！喺大家嘅支持之下咧，安樂係香港嘅領先嘅電機工程嘅集團啦，我哋亦都係智慧城市嘅科技先驅。咁我哋嘅業務咧，其實涵蓋咗除咗係屋宇嘅裝備啊、電梯啊、環境工程之外咧，更加係有氣候變化、節能啊、人工智能啊、呢個甚至係機械人嘅等等嘅解決方案。咁我哋因為嘅業務咧就係遍佈香港啦、內地、英美同埋世界各地嘅市場，而且我哋嘅業務係多元化咧，所以我哋嘅能夠有一個好高水平嘅手頭上嘅合約，令到我哋有一個穩固嘅基礎。喺呢個全球格局重塑嘅今日咧，我哋都會繼續把握個機會咧，就係研發新嘅科技，同埋咧就係落實嗰個新嘅生產力，更加咧就係培養香港嘅新一代嘅年青人啦。亦都希望幫社會出一分力。安樂咧好榮幸咧，就最近咧都係有一個新嘅總部大樓啦，智慧大樓開幕。咁呢個唔單止係我哋追求品質同埋創新嘅新里程，更加咧就係彰顯咗我哋對未來嘅信心，同埋繼續投資香港。咁希望同大家一齊嘅攜手，係創優增值，就貢獻香港同埋各個地區嘅社區嘅穩定長遠嘅發展。多謝大家。